来看高雄有居民为着家己方便，趁暗时甲无爱除湿包，对楼顶乌白等着去车路。除湿包内底水是夜甲规世界，民众发现到了后，惊会去影响到交通安全，着赶紧通报。警方追查到人了后，会由环保局依照废清法来开罚，相当会当罚6000块。 车拄啊开过一包白色的物件，就对天顶落落来，加载无等到人甲车。6月3日暗时7点外，高雄凤山新北街一个徛户对楼顶等4包物件到厝边门口的马路顶悬，发现的民众看到内底不明的水，造成路下骨，怀疑是油，赶紧通报。了解以后，有先请那个清洁队先把现场的油渍先用那个木屑把它处理掉。 因为那个会有公共危险的一个疑虑。马路风破着变深色，环保局赶紧到场清理。里长表示，新北街虽然是巷仔，煞有袂少机车经过，万一是由恐惊害人刹车，因为涉及公共安全，警方顺线查到弹的人，对方表示弹的是除湿包。男子表示，抛扔的物品为除湿包，并非油渍。 因贪图方便，将家中车上的除湿剂共湿包丢至路面，将里面的液体流出，并立即将垃圾丢弃。弃置除湿剂污染路面，已违反废清法第27条规定，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。除湿剂主要成分为氯化钙，当吸收足够水分后，会完全溶解成透明液体。 环保局提醒民众，家用除湿包袂使直接等粪扫车，爱先将内底的水倒入水槽才等掉。初期透早倒来现场，马路阁有清理路面的三马夫，民众贪图方便乱等粪扫，即马防以废清法开罚。里长嘛呼吁当事人莫搁犯，以免造成用路人的危险。记者陈恒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